俗语讲了好。伫这个会议室内底呢，这间公司的员工为着要抢救这个公司的业绩，大家伫咧烦恼的时阵，这个时阵呢，头家娘非常的欢喜，宣布讲伊想到一个赚大钱的好办法，哈哈！到底是啥物呢？咱继续来甲看落去。你头家娘，头家娘，你讲要开员工大会，你确定咱的员工拢来吗？制作单位有交代讲应较长诶。我知。我最近哦有听到一个第一手的消息，真正是天大地大的好消息。真正是风动楼顶，行动楼骹，进动来衫，突破来裤。这个案件，咱若摕到手，我甲你保证，咱一定走路有风，吃饭三碗公，放屁加热风，金光抢着阮乌鱼炒这头家娘，伊还好吗？这头家娘，我看伊敢若主持节目的。系啊，耳孔要来，心足听，听清看明，千万唔通目睭蒙目睭雾，别人看做人物，阿公看做阿舅，恁两个好好甲我冷静听清楚。是。最近呢，有一间食品公司叫做好棒棒，听讲因要来推出一个运动的饮料，所以讲，假使讲这个广告，因是准备要摕500万来拍广告，所以讲咱也是有法度用心计较，甲这个广告甲伊杀到手，安尼，咱都发财咯！这预算算悬的呢，但是讲头家娘，500万的预算，人爱找迄个什么有翕相啊，咪代言啊，拍迄个广告，要拍什么？我咧屈指一算，我想到了。假使讲，这个饮料的代言人，假使讲，我有法度请到金城武。我这个画面拢设计好势，伊这直升机顶悬，雄雄啊跳落来了后，骑着乌多摆，然后个太阳长着，这个时阵啊，一瞬啊，娘，伊就外头真飘片来啉到运动的饮料，啉落去，哇！你看，这个动作片啊，你拍落到底是不是会迄度？是不是会轰动？咱是不是会发大财啦？对了，头家你这个建议袂歹呢。只是讲你讲要叫金城武来拍，这个预算对嘛？预算，就歹算啊呢。我咧算的，应该爱开300万呢。啥话啊？爱啦，伊足贵的啦。你爱我讲爱啦？无你讲你爱偌济嘛？是了紧啊，无啦，我讲你头壳破空，现在破3空啦，你啦。我真正有影吼，我感觉我咧车队咧拆药单呢哈。像甲恁两个我看无趁我的倒了，无啊找我过我会倒塌啦哈。我真正有影，啥话啊？开300万？至少伊是遮尔大的明星，伊是一个巨星呢。古星，我是新星啦，古星。听好势，好，是，我的预算4万。不这么想咯。4万。头家娘，你伤含啊！安怎呀？金城武呢？4万块，你真正是一粒田螺九碗汤。还有第2句俗语来，请看。你也讲要带金城武？这一算歹算呢。这差不多算嘞，一个300万呢。啥话啊？都给你的技术。等啊！这款话你讲会出嘴啊？无啊，以为你讲要请金城武来，都是爱嘛有这意算啊。我跟你讲，
唔免，感觉你敢若袂输咧讲英语。哟，啊无头家你讲啦，啊差不多传偌济啦？以我的暗算，4万块。啥？这4万会起来吗？我敢会倒落去咧，会起来。4万块头家你想喊啊？金城武呢？4万，迄真正是哦，一粒饭粒啊，结死3只乌狗公。拍报告咧，麻烦物件恢复去。我咧讲哦，金城武是何等的介绍？这头家人讲4万块要给他请人做拍广告。第一个迄个代言迄个产品，看有可能的代志。所以拄好有两句，大家注意听无？一粒产梨狗碗汤，有无？第二句叫一粒饭粒啊，牵死3只乌狗公。这个情形用这两句对一句来形容是对的。赞成第一句一粒产梨狗碗汤的介绍。真两三，无非一粒饭粒啊，牵死3只乌狗公是另外3边吗？介绍。你遐办你是啊？你是拢想去讲？我其实我唔知，我对行，我对头家娘行的啦。我这是牙香对白来啦。这个情形正开答，来请老师来解答。第一句是讲一粒田梨狗碗汤，这就是讲啊，有可能是两种意思，一种可能处理较善食，因为另外一句就是讲吼，一尾虾鸡食3碗糜，配3碗糜，处理足散啊，所以当食尽量食，这是第一种意思。啊，第二种意思，咱家己有较长的吼，一粒田梨煮狗碗汤，啊9粒水梨，然后煮水缸安尼，放做边啊做碰风安尼啦，一只沙母吼放甲水牛大安尼啦。放尿做水灾，放屁做风台，啊变做即人讲话安那，较高碰风，所以这一粒田梨煮狗碗汤有这两种意思。啊，第二句是讲一粒饭粒牵死3只乌狗公，华语汉语用词哦，无一定真正3只，代表足济。啊，乌狗公吼，咱是讲清查较好诶。咱以前若清查较歹诶查甫，咱会叫啥诶？乌狗呀，啊，若查某叫做乌鸟子，乌鸟子啊，嘿对，所以。表示讲安那乌狗公、乌鸟子啊，甚至这乌狗公，意思拢讲安那，这清查真好的人。啊，你请遮济好的牛人伫遮，结果你到尾用一粒饭粒，就要人啃死，要人弹死。表示安那，迄是12月天困厝顶，当算。咁要上点点仔钱，就要处理遮济人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一粒饭粒。牵死、弹死3只乌狗公，是这种意思。好嘞，赶拍点报告来，谢谢。